愈食就愈甜吼。啊，咱甲去想看以前卡波大厝偌济倚望仙君菩萨，不断的开仙路班，不断的现运，拢甲咱开启着咱的自信，咱爱努力，爱打拼吼，爱当更较努力，啊，脚踏实地，行艰苦，行远。即摆用心的即个配医安排工师，伊讲咱即个台北的爱上3年5月份人较少，伫即个花莲爱上的单位，即个路较远，药学会当来扶持无？药学甲回答讲，配医是被这2位药学拢去过啊，药学。只要无企业药学拢愿意来承担。我知影安排人的工具会艰苦，人甲你嫌收付啦，人甲你嫌收少啦。迄做一工书比赛安尼嫌，敢若讲你敢若爱迎合起来，没有这回事。无迄种的自卑心愿，袂使嫌收付，所以一声每年家就要排5堂课，就要做工务的每年。台北爱上花莲拢去过啊，拢每年爱搁去，所以袂使讲亲像这思维之者逃避亲像啥？咱迄浮有无？迄足老的浮老做迄个雨水的浮有无？迄个做水卡拉迄个吼，即摆气开了后，大家心摕起来做碱，迄个浮本来吸水，本来较物件诚好用，你迄正常的使用，你无使用，甲挂起来拢唔用。在过去这年代顶，咱亲像迄个符安尼，天生我材必有用，咱爱好好使用咱这个身份咱若无好好使用，叫做啥物话？暴殄天物。上天是咱遮好的这个头脑智慧，双脚双手，这支喙会当来大天传法。有下去甲大陆问啦，《三义经》伊讲天地人三才者，三光者日月星。咱人甲天地并称三才，为什么会甲天地并称三才？为什么会？大陆无中国传统文化，无伫研究，就来讲足简单。这支喙，天不言，地不语，人能够代天宣化，歌功赞颂天地的德性，圣人的德行伟大。这支喙，咱这支喙当代天宣化，咱这支喙就当度化呀，因为人工人法，度一个人3分功德，上天保咱这这万古以来拢无机会。今仔互咱拄着，咱爱无法办所以断不可这个思维之者逃避，刨去高悬，摒弃终究终止离，修行反对终止去超发生死天空了完，咱唔好甲遮拢包包就藏起来。我修道说，咱修都修起来，这个修甲迄个修无共款修所以咱爱维护咱的正义来维护咱的脾气毛病这就是讲守咱的本心，善守己所，迄种的信心，迄种的自信力，咱就爱来承担。老师甲咱讲，这个每一个人拢有3000万，第1000万无好离开道场，第2000万无好离开善知识，第3000万无好。咱一定爱来研究经典，经典互咱足大信心力量，对哈？读这个经典，愈读愈信心，愈读愈欢喜就咱就头路4条导入就停了。这个经典班一直研究，一直研究，10个人经典班剩8个人，一个过身，一个过去，迄个任何单位，愈学愈欢喜。敢若拄青阮的朋友，甲愈交愈亲，愈知影愈知己共款意思。伊讲，自为方圆，文王气源，文不在诸侯，天之将爽，斯文也。有四者不得已，斯文也。天之地上，斯文也。通灵机如雾河，意思讲，文王已经升到遐，
今仔日对中国传统文化继续承担落来，对无？上天无，虽然讲无要即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今仔日即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我的身躯，我有惊啥物款？上天无你中等，你狂人去互即个帝国的人，就是养父甲围起来，今仔伊拢毋惊，伊愈来愈信心。上天要用我，爱我宣扬真理，我毋惊，伊有迄种自信心，所以伊方面讲，偏将伊付诸于妄道，即个妄道的宣扬真理的人，迄咱伫老师内底有师伯奖，就是表现真好，人家赞美的一个师伯，就是代表讲即个道，就是讲宣扬真理，教得真好的今仔日人空老无主，周游列国，像着考验什么萧谈伐木，萧谈伐妻啦，陈蔡结梁，然后匡胤为遇难这困难愈考验愈活呢，伊愈有迄个坚固的道心历练。所以伫即个档着他，请咱家己反省咱家己，咱有伫做道的传承无？较早真好度人，真好趁食，所以凊彩趁会当过。即马歹趁食，咱嘛是爱趁是日子再难也是要过是毋是？咱唔好甲咱的直接靠落无做，咱继续来做道的一个传承，爱度我兄弟姊妹，这就是善守义数本来咱又想要来介绍咱这个张秋胜和3位老前人无法度真详尽甲咱介绍，咱就简单介绍啦因为在道场当中，这3位张秋胜和3位老前人较少介绍的话，简单做一介绍咱师尊领19年的时候，甲师父共领天命23年，去甲天津三星客栈度化着这头家李允中甲伙计认识甚了，问讲倒位有伫甘义医说道德的，结果这个头家李允中就甲讲，伫对面一个道德堂，个美术馆因看较有伫甘义道德结果就度化这个道德堂张武成老前人就在民国24年52岁的时候度化求道，以道德坛。在杨冠楚老前人成全之下，起悟神速，不久一下先返回台湾53岁，甲这个道亲就集资成立一间佛堂，师尊亲临主持，命名为兴业馆。咱伫兴业单位就是拄这个所在来所以咱这一站内底拢会感恩着张秋胜和老前人这就是讲感恩因水思源知影咱的源头同年师尊亲自受命为点传师老前人师兄以富贵不能移，民间不能移，为富不能困。这有位是名著伊是讲，伊安尼讲，伊讲居天下之正位，立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广积习。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以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而富贵不能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欺，此之谓大丈夫。咱听起来是毋是安尼讲？行天下之大道，咱是老母娘的囝，咱伫度化兄弟姊妹做上天的工作，是毋是足有信心？立天下之正位，咱是老母娘的囝，一朝大名称呼咱师弟。是毋是足公平？咱就是这个皇人为主，行天下之大道，咱伫度化兄弟姊妹，咱伫传真理，是毋是足公平的？所以咱富贵不能言，民间不能言，为武不能为积罪大丈夫咱这个老前人，伊就秉持着这种的志向，因志操就是安尼为座右铭，而且是特地是写
者甲15岁的时阵，民国37年，因为即个导览车惨烈去食落盖中食顶劫，就罹难这是咱张武成老前人，甲咱即个邱老前人邱老，咱前年伊讲，伊受大仙交代我的代志我拢毋捌讲咱就甲收，伊就是尊师之志。咱的苦劳前年嘛是来管，将来如果你受困难，将来就袂讲所以伊条件真好，伊嘛是书香世家幼承庭信，天资聪颖，饱读四书五经，37岁读求道无久就捌台湾。大天宣告普渡有缘，38岁顺延路了后，领名点传书，老前人看伊即个苦劳前人身材无悬，但是惨白红白相出众，花正无大家拢认为讲这真正是菩萨在世，尤其伊的丹田气足，讲道声洪，吐字清晰，意境塑造，阴阳顿挫，进口深厚，讲道精湛，所以有天地法师第一名的赞誉名声苦劳前人慈悲智慧、毅力、信心，便在道下一生可以道中杰出的领袖。25年37岁，38岁领名，50岁顶级成真，13年道场当中13年就成道所以人遮个前辈者拢真紧的时间就领名，真紧就成道因为迄个时代环境才会形成安尼。咱圣老前人。好，并经商，精遥探奇运筹有术，事业有成，身为香客米粉厂的总经理，好，并著名的富商。民国32年，叔叔入了笔下，甲开一个论文，讲大下大定，不下不跌的论文。圣老前人自民国57年求道，59岁就领名，迄就是咱的过来就度着。这个张炳军就是咱何老前人的英国书因为苦劳前人伫东北负责了伊就转去天津62岁这个交代这个圣老前人来负责东北遮的一个道务。民国37年奉调抵难叫伊讲爱转去天津避难38年伊搁去哈尔滨定居咱拢捌听过一个故事，伊讲，这个香港五老前人上这圣老前人讲要去哈尔滨要去哈尔滨因为哈尔滨足一人去中共那去你负责人也无出来自首来讲，遮个人拢要清扫。结果，这个圣老前人就去自首，希望遐落来办顿。结果，这个香港五老前人送伊的时阵，哪上心，送伊就成道。伊甲这个圣老前，伊甲迄个香港这个五老前人伊讲，咱修行人生死爱看病人。亲像咱本单共款，一头单就死，一头单就活，爱看病人，所以今仔日要转去的成道，上天注意，互我成道机会，这就是张秋圣三位何老前人甲咱这个何老前人，民国36年就来台湾。36年来台湾受到真大的考验转去报告这个如果报告台湾开放的这个，搁过来搁办了，搁第一摆就倒转袂记着师傅就迄个天时，迄个因为建议的关系真严谨搁别头都倒转来去甲人教，结果毕业上天搁留伊伫迄个香港何老前人甲因某甲两个王先生拢做4个人活40年，7岁寿，互咱老前人。
啊，结果这个五老前人嘛，食到90外岁呢，超过受咱测会着哦。你若迄个德性来讲测袂着，哦，啊，但是咱五老前人，迄当阵40外岁，啊，测40年，迄个30、40岁啦吼，啊，后啊无甲相信，打迄个后啊，甲伊的年岁斗起来，即40岁斗起来，差不多拄啊好。哦，民国77年的成道，所以伊来台湾，哦，大哥传来，互咱牺牲财产尽职，牺牲名义人间，牺牲爱情、家庭、家族情爱，牺牲性命，牺牲无过不去。哦，咱这是咱好老前人，因为时间上关系，就简单甲咱介绍吼。啊，甲咱这个义秀大仙，伊伫义书山。有学写咧记哩，伊捌甲有学讲，王宝钏可小汉有几年？18年吼，我比王宝钏加3年，我比即个艺术山可小21年。哦。啊，等甲咱有性能要读成要完成的时候，我才转来即个有性能，所以人伊伫咱艺术大仙伫看艺术山的时阵。人伊心地广阔，31个单位拢是老前面的学校，大家来拢无要紧。啊，但是咱艺术大仙一转来，咱有性能了后，啊情形就无共款啦。哦，啊无共款就话就莫讲啦吼，了解，啊若迄时间上，咱就我就来分享吼。啊，这个咱升到12年了，升到了，咱第90翻转年，啊来申请结缘吼，啊结缘了上天老母娘，甲奉至情至诚义灵手，愿效圣贤大王大行牛，啊大彻大悟大罗仙，啊今仔日老母娘甲奉义秀大仙，吼，这是咱义秀大仙，啊甲咱今仔日咱的一个周真人，吼。啊，这拄啊好，咱185年的时阵，遮开盘的时候，这翕的，这拄啊好伫咱遮翕的吼。对啊，是特别找咱这张相片来翕，啊拄啊好，咱这外国来道亲安尼很难得吼。啊，拄伫咱这个爱上的中心就跟开盘的时阵拄啊翕的，很值得留念的一张相片吼。啊，翕啊。把握这个机会，中到甲饭的时候，来平时单位的全部都寄过来，照一张相片留念哈。这就是咱的一个来得痛哈。咱看到这个前面，咱看到这个前辈者吼，伫这个遮尔紧来承担学校。伫即个替咱学校吼，伫过程甲咱大家做参考。民国75年进前，学校若拄着75，拢赶紧来去困咯。因为哥哥拢会由咱来去按现香，11点外10点外现香，赶紧就写好来现香。对啊，安尼后面吼。结果伫民国75年7月初9的时阵，开仙女班，哥哥讲，我带你来看仙女班，过一个来电仙女班好看无？好看，学校爱看仙女，仙女看会着哦，学校嘛真好奇。以前吼，咱学校想讲读什么数学、我今来大学物理以前我拢读过，这讲书讲的拢嘛是讲遐的。家己叫是亲像苏东坡安尼外教，所以我爱听道理也好，我爱去献香拜拜。阮大兄讲，死兄弟啊吼，敢若一块刀死伫骹，看把甲开死起来，这个刀在。结果伊就用心吼，是个文字不用奇迹，有仙女班的赶紧叫来去，好啊，较早。69年的时阵，找学校去讲，我带你来互请，足侪人个带你来互请，因为嘛，伊伫
预谋嘛吼，好来用钱，结果啊茫茫的厝尾顶一趴大趴电火，食的也无酒，也无鱼，也无肉，啊讲或者求道，我就感觉我无互吐钱啊，去求道，拢无啥物印象，迄记无好。啊，等到75年的时候，阮大哥在讲，我带你来看神父班，看神父，好啊，好奇来个。啊，结果就也是有想讲，敢若无挂号咧，哪医院，啊无写名，无报名，人拢做好奇，你看开刷药啊，邪门啊，我才无啥物伫信伊啥物神父，啊无看到啥物神父，啊结果过一阵啊了。敬老尊贤以仁亲，我名都敬呢。咱若讲慢，你的习惯了马上听，你有足亲切感无？有啊，叫着咱的名，凊彩一字，咱拢马上就感受着。敬老尊贤以仁亲，过来安平乐道住安言，有啊，习惯是讲敬。后一句在签也未有，真正正正土地用正气，后一个在口也未有，你当初不爱食鱼食肉，结果后一句口无语不吃饭，叫咱留下来签口，结果就是收这个，咱陈经理让着咱。负责迄个护理署周经理，即当阵的周经理敲电话来个，再见迄个前面找人，就你护理署找人。我甲你讲，你若签口吼，天堂加一尊菩萨，地府交一个幽灵鬼魂。有学讲啥咱嘛听无因，敢若听即句天顶加一尊菩萨尔。所以就下作着冥想吼，平常时啊作体虚的人，讲着菩萨名，原来想要来。其他大地众生家己如来地位顶上，只为妄想执着。大地众生，我哪有做的菩萨像呢？我嘛想要做菩萨。所以就下伫民国75年8月7日就去签口，前一天呢，啥物人头 XO 嘛，开来甲食过瘾者，啥物结婚20年的酒吼，嘛甲规下食过瘾者，迄边忙叔叔。我反正讲签口袂使食吼，所以就会签简单的，袂签口的人，讲甲正兴奋，佫想着，咱即马疫情。武汉肺炎遮严重，签口交财人有听人讲去就确诊，真正。先父甲咱批讯讲，台湾为什么会确诊死亡的遮少咱知无？先父甲咱讲，台湾、民国、地仙讲台甲单，庙事济。佛教济、道教济、行善济、义工济，一贯都食财济，这安尼形成一个很大的正能量的磁场，上天护佑着我们。家己台湾就出去年确诊，咱台湾的医疗技术好不好？好啊，很好，世界上有名的。结果出去了确诊。有很多有一个防护罩在罩着我们，所以今仔日足济前辈者、足济单位拢伫鼓励讲来食素食，咱开始来开快车，后日讲收一个想法啥物有得为呢？简单来过来看一个片吼。一个农夫，掠着一只即个老鹰的，细只的老鹰的囝吼，
都有大，他还有点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一只大公鸡呢。这个农夫讲，你导演你应该会啦，你哪条会？你敢若在在鸡啊同款。我不要飞了。拜拢一直下课落来。你属于天空，而不是鸡圈。最后一摆，甲你迄个悬崖边啊，我互你摔死就对啦。老鹰离生命关头的时候，它飞起来了。咱各位前人来电，咱离生命攸关的时候，就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所以咱一定爱跟拍拼来做。前两天啊，有看到一个真有意思的分享，各位先生。一个社会人吼，问一个师傅，为什么会你爱修行啊？这个师傅讲，恁兜会问挂锁无？有啊，你挂锁要创啥？风贼贼仔定是要来。周日暗时有人分享一个新道亲，那个新道亲讲：哎呀，你讲得那么好，你经济都好。我讲安尼你随通。今仔日咱修仙学到你天公立定，迄就敢若讲甲人挂锁共款。当时贼仔要来，这个贼仔就是咱的情绪无常。师尊老大人讲，咱爱有生死无常的觉醒。今仔日咱就学成功立定来讲，你学讲道理来道理啊，基本来讲，就是你迄家己后边续我回天的资粮，传一寡当天的老本，回天的老本，因为拄啊好，咱就话时间到这个11点半啦，所以就话把这个重点讲清就好啦，为君子所依为义行，咱要安怎行？就学前两天啊，伫地方一个宣传班，咱问到一个这个前线，请问各位前线来电，咱一个蛤蟆吼，伊价值吼是安尼快乐、清清淡淡、自在过一条蛤蟆一生，或者是用伊精神、用伊时间、用伊生命结一粒珍珠出来。结珍珠，你要选择这种？清清淡淡过一世人吗？无价值。我要用我一世人的精神力量，投资时间开启我的智慧，天公面前结这粒珍珠出来，这粒玻璃波珠出来，爱情出来，所以有所领悟，有所体会了，咱爱所依为理行，按所依为理行来讲，咱来看对啦，这个影片看足一摆，足感动的。拔河有大锁，500公斤，8人比
比赛，开始。哦，会赢无？嘿，哦，咱办桌若像安尼，会方便无？嘿嘿嘿嘿，咱搁看咧。哦，要走，这个教练就是这队的灵魂，因安尼一直救过去，互对方无招架之力。哦，迄个赢哦， 3战2胜啊！吼，第一摆换场数了后，搁共款赢。哦，团结一致，这个教练就是这队灵魂。就下甲讲，这个教练就是咱的名师，甲咱指点咱的窍门，开咱的窍。啊，咱爱有智慧，过来遵守中道。这个教练教咱讲，一开始听到开始尔，做伙哦嘿哦嘿哦嘿哦，一口气刷入去，甲一半了，哎呦哈嘿嘿哈嘿吼。大家拢尊重这个点传师，尊重这个要领，尊重这个方法，再来，大家有这个共识，是菩萨无人上我身上众家者，众生上寿者上，大家人拢放下这个身份，大家人同心同德，搁再来，规个身躯甲栽落去，咱甲看，大家拢有法，吼嘿吼嘿吼，大家拢有法，对方拢无法。迄股的士气，大家奉献出来，结果咱足后人哪看咱感动，因为一个团队若是安尼，咱家己若是安尼，所以看着足感动的。那安尼来讲，办任何，人讲一句话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道路嘛是安尼。大家共心，大家服从我们，到场，咱的道体，咱的命令，同心同德做伙来，一定成功，所期为利益，一定有所成就。本来个真好的影片，有时间再5分钟，感谢慈悲吼。所以结论。庸德之行，庸言之景，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意不敢进言，故行，行故言，行乎？君子不躁躁。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讲出来的话，一言成谶，讲出来了后，你会足后悔。咱甲看一个。待人法，催言。崔元啊，你三国时代吼，敢若是一个考试又共款，这原来真有迄个项目，咱甲看，迄种的气，迄种的办，一个研究代理。崔琰拜见朱自清。一般的草民哦，掠都无开落，结果这原来一个吼，是老师，伊无出现。
诸王将曹丕的笔记所写。是。此乃司法之地，要如实回答。正因为司法之地，战战兢兢，才未敢许言。我与协令君私交甚好，出入他的书房并无阻碍，故此对啊，讲的较紧啊，无时间无够吼。讲有一个伊的学生，写一张批，甲即个赞美即个周朝称为王，结果伊就讲，我即个学生应该袂反过我，我就写着时啊，有时会变啊，你安尼波他伊吼毋好嘛。意思就是讲着为王。有一天会倒，你安尼毋好。结果我无想到讲，即个学生违反伊，去甲一个小人讲，小官讲，结果迄个小官就来威胁伊，不得不写即个霸极的文章、反派的文章出来，家己一句话，时啊，时有变矣。我相信我的学生袂变，结果学生甲出名。所以咱家己爱谨言慎行哦，咱的行为爱谨慎。搁一个片袂歹，就学看片，我哪有伫看道理？迄个较早艺术大师嘛，真爱看片吼。伊看片内底拢有道理。这个叫做杨震飞飞扬扬，传说千古，可是你散步的。大王向我积累口令，臣理解大王之意。积累乃食之无肉，弃之可惜者。此时再有关于持久交战、力表尝试，还是这样另行门头。周朝拄甲伫关公战争，周朝袂赢，即个周朝想要退兵，伊下暗的口令叫做肌肉钦兴，钦兴要ฮ็掉，可惜食起来无啥肉，结果即个钦兴去互即个口令去互杨修听着，杨修讲，周朝想要退兵啊！来，大家收拾咱的行李咱的装备去收拾，结果大家就去收拾啊。周朝啥物款人？结果问伊，伊讲，你是怎物我要来甲你做条物件来借我的军心，什么物件？你的向上门头，太好。为着一句叫人讲收拾行李。夺来的杀身之祸，所以真严重。咱道场嘛，捌讲一个，或者不灭因果跟不落因果，迄个故事同款。爱谨言慎行，所以咱第15条有规叫谨言慎行。咱话饭凊彩食偌紧，话袂使互别讲所以。时间变长就耽误咱的时间，就常等，讲了不尽完善，尽完满。比如说，对一个所在可能有咱要来准备，包容之前，对这个来定甲咱了解，因为原来是初步，无法度将咱的罗经、历经、天命经做一个真完整的一个表达。君子所依为而行，咱了解这个意思了，咱安怎来做？后含慢讲出来就较无精彩，无讲简，激发咱的一个咱的内在的智慧应用出来。所以有时道理无好，是咱后来含慢，即个推销完含慢推销，但是咱甲食落去，你甲做试看者，真正迄道理导因、用因。来咱发现迄种愈做愈讲愈欢喜，就来慢慢就主任老大人讲爱参考，咱就来甲参考，咱参考做了后，甲95年，95年，甲95年的时阵，一爱
请假，你走公车开大巴士。见哪礼拜爱请假，阮迄站长讲，啊你定定要甲请礼拜哪会使？我即个站60、70个、70、80个人，啊，我哪会因准你都请假？好吧，你我请，啊，我去迄个罗岗办迄个泰国仙女班，啊，国家仙女班转来，然后死了啊，啊，规身在伊来着样，即10几年来，愈行。愈体会，愈感受，愈欢喜心。我的抉择没有错误。我阮老爸讲，头过身就过。阮囝莫甲尾康我载，后尾也保庇者，安尼就过啊。真正，各位先生姊妹，大家头过身就过。所有上家是希望的，免食好啦，免安尼吼，啊享受好的啦。啊，加甲用歌吼，加趁一寡回天的资源，好不好？好。这来，你可以讲大资源，刚才可以。大众是不是？本次讲师慈悲前道公，公道公，我们再热烈掌咱即马是11:40，咱即马到，咱9分10分吼，等下咱做一个车咱。